世界各地每年都是看到抗议，有条客家乡亲甚至透过外大病超过几10年，他乡都变做是故乡嘞。客家电视台直播界走客他乡，是带领观众来了解客家文化，同世界各地呈现出各地无相款的种。今年是第302位金钟奖韩国节目奖。韩国头关心一条全球嘅客家文化嘅细节，客家天视台同時未盡關心人哋生活嘅流亡土地。台灣前南南係前日台灣13屆鄉鎮，發現各地感動人嘅故事，未引致安尼嘅人文關懷，因為金鐘獎教育文化節目獎。比嘅12000人公里，一下人家就來到嘅就係菲斯蘭咯。充滿法律的後生主持人，把定簡單的報復。帶領觀眾去到世界各地尋客家鄉親佇外國打拼的艱難故事。同一般嘅遊客出去留了行看看啊，無共用。經過喺外國當年客家鄉親的帶領，做客他鄉用採聽人的角度，呈現探索世界無共用嘅人文風情。你主要係去到世界各地咧，來親自了解，帶到各地嘅客家鄉親，由客家鄉親來帶路咧，本你所有嘅客家鄉親朋友做啲認識度，冇強嘅國家佢哋係用印度嘅生法，係冇強嘅英文，冇強嘅生法度改變，大家做啲有交流，嗱同時做啲了解，你優秀嘅客家鄉親到世界各地係嗰種用印嘅生法。當到嘅韓國嘅節目後，家就會請好，就會當地嘅導遊啊、帶路人啊。唔過做下他鄉地度嘅帶路人後，就會演呢鄉情，嗰種感覺係特別嘅情人嘅感覺。你看啊，這一個一個啊，一紮一紮，就會頭家嘛，一片一片啊咧，對樹啊咧剝下來，小綠綠嘅感覺。將調轉到人生中嘅素材，台灣前南南行出客家莊，許多澎湖也都是13個鄉鎮，強強就會看唔到嘅安台戲，快外國證人啲勞動事故成種朋友嘅意大利式神父車到田一條，都係將頭導向嘅主角。製作團隊慢講出優勢，但是愛加花3P客家嘅時間來製作，就係愛觀眾詳細來體會，大家感動人嘅動分間。你做啲行業合作，唔過你也做啲去冇強嘅中頭，本拼音做啲嘅了解，你嘅客家就本客家去了解，冇強嘅族群啦文化做啲有隻交流，是希望做啲了解到各隻中頭、社各頭地步度冇強嘅人文啦、成人文嘅故事。嘅行業嘅主持人去走訪後，要動到台灣，唔係客家種嘅，唔過要動到感動人嘅故事，還有感動人嘅產業啊，還有條路啊，來收嘅本體家己，喺本體家己咧無共用嘅感覺，唔係講客家電視台搶喺做伊咧，就係客家，還有客家文化，還有行業嘅故事聽聽。無論係啲天無暗煙嘅國外打拼嘅客家鄉親，還係慢慢啲台灣各個素材付出奉獻嘅一條人。客家電視台同國土表態，除了拜訪世界各地尋客家鄉親，唔講堅持嘅大硬精神，還呈現台灣各則溫暖嘅角頭，帶領觀眾感受一大土地重重嘅生命力。客家新聞旗子為林建友製作特別報道。